由香港過珠海，想揾一條輕鬆、室內又可以玩又可以學嘅親子路線。今次我哋帶大家打卡珠海金灣兩大親子科普寶藏，全程室內有冷氣。第一站先嚟湯臣倍健營養探索館，呢個國家4A 級科普館，入面成60幾項科技互動遊戲。小朋友可以玩 VR 滑雪、能量風暴，仲有超得意嘅營養魔方、光影長廊。玩緊遊戲同時，不知不覺學識點解要食蔬果，營養素喺身體入面點運行。上層仲有專屬小朋友嘅快樂星球，攀爬、互動投影全部齊晒。家長仲可以免費做骨密度、身體機能檢測，參觀埋智能工廠，直擊營養品生產全過程，可以話係零枯燥、高互動、玩住學習嘅超優質親子景點。玩完輕鬆有趣嘅營養科普，即刻升級。下一站帶小朋友衝入震撼級航天殿堂珠海太空中心。如果想睇最勁、最真、最震撼嘅航天展，珠海太空中心絕對係親子必去。成個館超巨型，號稱永不落幕嘅航展。行入去即刻被滿滿嘅科技感包圍。呢度有1:1完全還原嘅天宮 T 型太空站，真實比例、真實擺位、懸浮式展示，視覺衝擊超強。重點係可以直接行入去，近距離睇晒航天員嘅休息區、工作平台、出艙裝備、儀器操控台。平時淨係新聞、電視見到嘅太空生活，而家親身走入去體驗。除咗太空站，呢度仲擺放超多真實嘅航天文物，長征火箭殘件、真實太空零件、隕石標本，全部係貨真價實嘅航天裝備。由中國火箭發展史、探月工程、火星探測，一路淺白講解，唔會深澀難明，小朋友聽得明、睇得懂、記得實。成個館嘅設計超貼身，用故事、用模型、用畫面代替死讀書，絕對係最輕鬆嘅太空科普課。珠海太空中心最抵玩嘅地方，就係超多免費互動遊戲全包喺門票入面。VR 登月、月球車駕駛、火星探險、模擬火箭發射、太空飛行體驗，仲有超受歡迎嘅 C919客機模擬駕駛，即刻變身機長。小朋友唔單止睇到太空，仲可以親手操控、親身感受，玩極都唔厭，寓娛樂於學習，完全係爸媽最鍾意嘅模式。除咗太空主題，呢度仲有超震撼嘅航空國防展區，真實戰機、99A 坦克、蛟龍號潛艇模型，各種軍事裝備一次過睇晒。男孩子見到直接瘋狂，步步都驚嘆超有型。從太空、航空到國防，視野直接拉闊，細路仔不自覺會覺得原來我哋國家科技咁強。總結珠海呢兩間親子館，一間玩營養科技，一間玩航天夢想，全程冷氣室內，絕對係玩得、學得、影相又靚嘅完美親子行程。行程到尾聲，但係大家唔好走住啊，因為仲可以欣賞一段珠海金灣航空新城嘅航拍片段。如果你哋都鍾意今次嘅介紹，歡迎留言點讚同訂閱我嘅頻道。多謝收睇。